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今仔日咱会当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因耶和华喜乐的灵今天就要来充满我们。无论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到这里，我们都求神的灵来浇灌我们，尤其是那喜乐的灵。因为当我们不唱歌、不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的时候，神说他要兴起石头来赞美。我们比一个石头不如吗？我们是神所创造那最奇妙的创作之一。耶和华喜乐灵现在来充满我，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。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，主要兴起石头来赞美，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。我的心，我的灵，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一高抹在我身上。耶和华喜乐灵现在来充满我，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。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，主要兴起石头来赞美，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。我的心，我的灵，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一高抹在我身上。是的，哈利路亚。当我说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讲阿门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是的，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那个喜乐的灵，我们是可以跟谁求？跟我们的神来求。主啊，你用喜乐灵来充满我，让我的灵能够开口，让我能够开口来赞美你，因为那喜乐油要浇灌在我身上，神要涂油在我们身上，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因为今天诗篇里面说，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。你能够呼吸吗？吸得到空气，对不对？神说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他，所以无论你会不会唱，我们都跟着唱，我们来赞美我们的耶和华，因为他配的。耶和华喜乐灵现在来充满我，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。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，主要兴起石头来赞美，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。我的心，我的灵，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一高抹在我身上。耶和华，来快！耶和华喜乐灵现在来充满我，使我灵唱出喜乐赞美的诗歌。我的口若不发出喜乐的声音，主要兴起石头来赞美，让赞美的旋律，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。我的心，我的灵，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一高抹在我身上，让赞美的旋律，让赞美的旋律充满在我的心，像大卫跳舞弹琴赞美主生命。我的心，我的灵，你要开口来赞美，喜乐有一高抹在我身上。弟兄姐妹，要喜乐油高抹在我们身上吗？阿门。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我要赞美你，因为你配得。你将喜乐油高抹在我们弟兄姐妹的每一个人身上，使他们今天空空的来，要饱饱足足的回去，要充满喜乐回去。在接下来的这一个礼拜，也要因着神的同在，他们要喜乐充满。无论遇见多么不好的事情，他们也要仍然能够赞美，开口来赞美你。是，我们的心不但要能够喜乐的赞美神，主啊，我们也要说，我们要全心来敬拜你。在
在这个干旱疲乏之地，我要更要来赞美你，更要开口来赞美你。无论顺境或逆境，我们都开口赞美这配得赞美的神。主啊，我要全心敬拜你，在干旱疲乏之地。主啊，我要全心敬拜你，在干旱疲乏之地。我要求高的赞美你，耶和华，我的力量，我爱你。我要求高的赞美你，耶和华，我的力量，我爱你。主啊，我要全心敬拜你，在干旱疲乏之地。主啊，我要全心，主啊，我要全心敬拜你，在干旱疲乏之地。我要求告你，我要求高的赞美你，耶和华，我的力量，我爱你。我要求高的赞美你，耶和华，我的力量，我爱你。想问我们弟兄姐妹，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都求告谁？你会来到神的面前吗？我们要求告的是那一个赐力量的神，而力量从哪里来？从心里面赞美神而来。如果我们不开口赞美神，那一个力量不会进来。神要忧伤痛苦的人，神也要那一个欢呼赞美他的心。所以他说：“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因为力量要从他而来。因为神要我们告诉他说：主啊，我爱你。我们爱神多少，我们就爱人多少。当你说我爱人很多的时候，可是我们今天不爱神，我们做给人看。但是今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立志说：主啊，我要爱你。如果我身上有任何你不喜悦的，求你赦免、洁净，让我在这个时候全心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要全心敬拜你，在干旱疲乏之地。主啊，我要全心敬拜你，在干旱疲乏之地。我要求高的赞美你，耶和华，我的力量，我爱你。我要求高的赞美你，耶和华，我的力量，我爱你。小小声的跟耶稣说：我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。主啊，你是为家己所流的宝血，你的目屎，拢是为着要除去阮的罪，互阮会当清气比色甲白。你的目屎为阮流，你的疼痛真正深。你互阮的性命无阁有见效，无阁互阮有互气散的感觉，因为阮的生命要重新充满你的稳定。我们真做一个顶头生的人，就是因为你为阮是为家己所流的宝血。耶稣的宝血，流落为着咱，除去咱的罪。耶稣的目屎。
看见神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我们何等的宝贝，有一个人为我们受地而死，为我们的罪流宝血。我们何等的宝贵，有人为我们流眼泪，有人因为怜悯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从那一个救我、那一个老我，从这宝中救出来。如果耶稣背着十字架进来，你愿意来到他旁边说：“主啊，我可以跟你同背十字架吗？”今天同背十字架不再是一个口号，而是愿意放弃一切，放弃与人的争执，为神的公义而奔走。今天复活节，是我们的生命又重新复活吗？还是我们只是庆祝一个节日？当我们再次唱这一首歌的时候，重新在神的面前立志：主啊，求你洗净我的罪，求你让我按着你所教导我的公义去做，求你将你所赐给我所有的恩赐，我的专业用在这个世界上，使这个世界充满着你的爱，让我看见有需要的地方，让我能够去做。无论我的年纪现在是几岁，我都能够因着你对我的感动，你对我的说话，我能够去执行，给我力量。你手术，互阮有温顺，会当唱歌，阮就大大声来唱，来学了你的名，为着要见证你伫阮生命内底的改变。你手术，阮有专业，阮是医生的，阮是 sales， 阮在伫阮的岗位上面去做你要叫阮做的代志，真正活出你要互阮伫世间要活出的。你的新的画面，我们伫世人的面前来见证你对我的改变跟救赎。我在你的面前祈祷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做伙起立来唱圣诗，新圣诗第95首，我心仰望是你宝贵。